过来是台中较近的官兵去过所在，有咖啡店、饮料店、甲大卖场，大部分拢集中伫海线。这个海线有2间的大学，马上对学生来展开调查。目前有8个师生，因为伫相关的地点做过散工，或者是消费，暂时未当到学校上课。要入去学校，除了量体温，即马问学生是毋是有收到细胞干讯？都戴口罩，然后勤洗手这样。还蛮担心的，就是然后会觉得，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是会轮到自己？有去85度 C， 就是吓到啊，想说这样是不是不能来学校？除了咖啡店、饮料店、大卖场。环照港检疫官兵的行踪，大部分是台中海线地区。伫海线2间大学开始调查收到细胞感染学生的数量，像访港科大规定收到感染的学生，有无爽快出现发烧或急到症状，都爱伫厝，免去来学校。我再强调，他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身体的症状，只是他可能是前一天的这个敦睦舰的个案，他可能到过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些同学可能是隔一天，但是因为我们更高规格的对待，所以我们就请这8位同学先不要来学校上课。另外一间静宜大学规定愈严格，收到细胞感染的师生直接居家晚期上班或者教学，因为环照港染疫官兵去过所在，大部分拢是食甲啉的场所，这所在嘛是2间大学学生经常交管的点，和学校的师生拢真紧张。